甲骨释文第60集。即字传统的解说物初生甲端有啥关系？即字为何字师讲是属也？台语有字安怎来？甲骨文来，当然要有甲骨先生的提点。即字的甲骨文话安尼，啥物意思？甲骨先生一讲就通人知啊。即字读宣，宣定的宣。甲骨文话有成无？台语有字有简单无？像拜相国即种宣定的题目如何立？靠即种端点来攀附。即字端的读音点、宣、切、读端，这是形声字，有意义的声符。每一个拜相国的端点是会使帮助端正战后的端立、端正，是另一个开端。会四界宣，但是免几界多端。若宣甲无位，可能是千事万端。定会宣，加上走就是宣。看办事毋对，紧宣就写即字宣。快了，教育部开几啊百亿写即字宣啦，不管啦。宣定的宣，端立的端，看到教育部乱写字，咱就紧宣。这咱要学的字。即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